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介紹分享頻道啦。咁首先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我哋嘅華夏杯晉級賽。咁跟住落嚟咧，等緊大家嘅咧就會係我哋嘅全國總決賽啦。咁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裏面啦，我哋會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我哋總決賽嘅內容嘅。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啦，多年嚟咧集合咗中港澳嘅數學精英啦，喺公平公正嘅平台上面競賽嘅，不斷為華人地區發掘啦同埋培養呢個數學專才。而華夏杯亦都唔止喺中港澳地區受歡迎嘅，近年咧亦都受到海外唔同國家嘅追捧。繼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之後啦，2024年咧再增加咗印度同埋泰國賽區，比賽嘅激烈程度啦同埋含金量咧係不斷咁提升嘅。隨住疫情受到控制啦，全國總決賽嘅地點咧亦都回歸啦各個主賽區嘅主賽場。屆時咧學生可以感受啦嚟自五湖四海嘅數學精英聚首一堂嘅場面，令到各位學生咧得到一個難忘嘅體驗㗎。而喺華夏杯總決賽嘅資訊方面啦，今年我哋就喺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舉行嘅，舉辦城市就會喺香港。作答時間就小一去到中三啦，都係90分鐘嘅。全卷分為3個部分，一共25條，滿分係120分。甲部就有第1到第10條，每題3分，一共30分。乙部就有第11到第20條，每題5分，一共50分。而丙部就會有第21去到第25條。每題8分，一共40分嘅。咁喺大家了解咗咧，我哋嘅比賽究竟係幾時啦，同埋喺邊度舉行之後啦，跟住落嚟咧，大家最緊張嘅咧，一定係個獎項啦。咁喺華夏杯決賽嘅獎項方面啦，每級咧都會設有呢個狀元獎，即係每級嘅第1名。然之後咧，每級嘅第2啦，去到第10名啦，會獲頒呢個特等獎嘅。然之後啦，每級嘅頭10% 啦，將會獲頒一個1等獎。再跟住嘅20% 咧，就會獲頒呢個2等獎。再跟住咧嘅30% 咧，就會獲頒呢個3等獎嘅。咁喺獎項方面咧，大家都應該了解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應該會想知道一下，究竟我哋會喺呢個決賽度見到咩題目咧？喺後面嘅部分，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以下落嚟咧就係呢種咧，大家會喺小2級咧裏面見到嘅題目啦。咁我哋睇條題目講乜嘢先？條題目咧就話啦，參考附例，數列裡面嘅數啊，以特定嘅規律去排列啦。咁樣咧，第5個數係啲咩咧？咁我哋咧所謂規律咧就係應該有啲規則啦，又或者有啲順序啦。咁我哋咧就需要揾翻個順序啦同埋規則出嚟啦。咁從而啦去揾到啦嗰條橫線上面我哋應該要填啲咩數字。咁我哋睇一條題目先，佢有咩數字咧？咁佢而家條題目咧就有24啦、26啦、31、39，空咗一格，然之後有個64。咁通常咧，我哋可以點樣去分析咧？去睇呢啲題目咧？咁我哋首先會分析一下咧佢啲數字咧嘅變化㗎。咁咩叫變化？我哋睇下個24同26先。我哋會見到個24同26咧，佢哋個24點樣變成呢個26咧？我諗下先，咦，原來咧我哋只要將個24咧加個2啦，就可以26個喎。咁而如此類推啦，咁26啦，咁又點樣變做31咧？咦，係加咗個5。咁如果係31去到39咧，咁就加咗個8。咦，佢加個數係慢慢越嚟越多㗎喎。咁但係，咦，好似有啲古怪喎。2、5同8呢3個數字有咩古怪啊？我哋再睇多少少。2同5係加3，咦，5同8都係加3喎。咁即係話2、5同8下一個係咪再繼續加3咧？咁我試下喎。咁咧就會係加11啦，亦即係話咧我哋嗰個數列啦。第5個數啦，有機會係39再加11，咁即係幾多啊？即係50。咁但係唔係咧？我哋後面仲有64㗎嘛，係咪？我哋可以用佢嚟試一試。好啦，11咧，再加翻個3啦，咁我哋會有幾多啊？會有14。咁究竟50加14係咪64啊？我哋計一計，咦，又真係喎。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啦，呢條題目嘅答案啦，嗰條橫線上面應該填嘅第5個數啦，就會係50啦，可以嗎？如果冇問題咧，我哋就繼續去後面嗰題嘅咯喎。
好啦，咁以下落嚟呢種都係一種大家會好常喺小二級裏面見到嘅奧數題目啦。咁佢有個名嘅，叫做和差問題。咁究竟和差問題啦係一種點樣樣嘅題目嚟嘅咧？咁我哋可以一齊望一望先嘅。咁首先啦，佢就話啦，小明同埋小強啦，合共有37顆嘅糖果，而小明有嘅糖果咧就比小強嘅多7顆。問小明有多少顆嘅糖果啊？咁呢種題目我哋可以點做咧？首先我哋要分析一下先嘅。喺呢個題目裏面咧有兩個重要嘅人物，分別啦佢就叫做小明啦同埋小強。好啦，呢兩個人做乜嘢啊？佢哋夾埋咧就有37粒嘅糖果，而小明有嘅糖果咧就比小強嘅多7顆。好啦，咁我哋點樣做好咧？好啦，我哋做起上嚟咧，我哋可以轉一轉個腦筋，換一換個思維先嘅。假設嗰37粒嘅糖果咧就仲未到阿小明同小強嘅手上，喺阿媽媽手上。好啦，媽媽咧就唔知點解想俾多7粒嘅糖果阿小明。好啦，咁即係點啊？可能阿小明好乖啦，或者小強好曳啦。咁我哋當小明好乖先啦。好啦，媽媽因為咧小明好乖，所以想俾多7粒嘅糖果阿小明。咁佢可以點啊？直接將呢7粒嘅糖果啦，俾咗阿小明先。咁阿小明就拎住7粒嘅糖果啦。咁俾咗7粒糖果之後，阿媽媽手上剩翻幾多粒嘅糖果咧？佢會剩翻37減7，亦即係30粒啊。咁而剩低嘅糖果要點啊？因為佢已經俾多咗7粒小明啦，剩低嘅咧佢就需要公平地平分。好啦，佢要點啊？咁30咧就可以等於15加15。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啦，如果要將30平分做兩份嘅話咧，每一份應該有15粒。咁咧每人咧就會攞多15粒嘅糖果。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幅圖都知啦。咦，小明又真係比阿小強多咗7粒嘅糖果喎。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小明有幾多粒嘅糖果咧？我哋計一計條數，7加15，咁咧我就會見到小明咧有成22粒嘅糖果咁多㗎。好，咁所以個答案咧就係22啦。各位仲有冇問題先？如果冇問題，我哋就繼續㗎咯噃。好啦，跟住落嚟咧，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啲題目咧，去俾大家咧嘗試試一試新手嘅，都係前面講過嘅題型嚟嘅。咁大家可以努力試一試咯。咁樣咧，我哋要分享嘅題目就呢幾條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嘅答案啦，其實就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嘅。好啦，咁就希望大家再聽埋我哋剩低落嚟嘅介紹咯。咁跟住我哋就會喺最後咧，就俾翻個答案大家睇噶。而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咁咧，如果你喺我哋奧數協會啦所舉辦嘅比賽裏面啦，獲得呢個獎項，例如啦，如果係今次嘅華夏杯總決賽嗰度啦，獲得全級嘅頭3名咧就會有8分，一等獎咧就會有6分，二等獎咧就會有5分，三等獎就會有4分。咁如果累積完積分之後啦，你達到去到26分嘅話咧，就成為我哋嘅 Pioneer。如果你係可以成功去到42分嘅話咧，就會成為 Legend。而咧，如果你係各級前3名啦，而且多過42分嘅話，更加可以成為呢個 Legend of Legend 嘅。而為咗咁多位咧想挑戰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嘅同學仔啦，我哋奧數協會咧就安排咗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特訓計劃。一節課時咧就長達3個鐘，100%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令到各位咧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同運作。而且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
按官方授權資料去分析模擬試題，同坊間嗰啲一般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喎。如果各位有興趣報名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嘅話咧，就可以喺呢個全國總決賽邀請函上面報名。如果你話，咦，我想報名課程，但係又冇時間過嚟上實體課喎，咁點算好咧？咁你都可以選擇報名我哋嘅線上特訓課程嘅，內容同實體特訓計劃係相同嘅，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喺影片裡面分析模擬試題。特點係佢唔受時間同地點去影響你嘅學習，60日可以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喺以下呢個網站度報名。咁最後咧就預祝各位咧喺我哋嘅比賽度咧脫穎而出，希望咧喺我哋嘅頒獎台上可以見到大家。拜拜。